點樣先至做到一個好嘅占卜師？今日同大家分享3個關鍵。第一，相信自己嘅直覺，透過更多嘅占卜練習嚟培養信心，讓你對牌面嘅感覺更加敏銳。第二，占卜前透過清晰嘅問題同溝通技巧，同客人建立平等同埋互動嘅關係，會令到占卜更加貼地準確。第三，唔好怕錯，大膽嘗試。一開始喺網上揾人練習嘅時候，先話俾大家聽，你係學習緊，等問卜者話俾你聽準確度評分同回應。如果對方認為有邊啲牌唔符合，要話俾你知，等你可以一路進步。另外，話俾問卜者知，占卜未來準確度最多只有70%。而家知道占卜解讀嘅目的係要提醒自己有邊啲可以改善嘅空間，而唔係命定論不可改變嘅。而決定方面呢，提醒問卜者未來喺自己手入邊，占卜師最多只係引導客戶揾到自己嘅方向。想知道更多成為占卜師嘅方法、技巧同知識，歡迎報名每個月舉行嘅直覺塔羅工作坊，每位150蚊，可以過嚟體驗一下點樣唔使記牌意都做到好準嘅占卜，或者報名塔羅課程 Level 1，直接上堂由零基礎學習成為一個占卜師。我係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Manny， 有22年塔羅占卜同教學經驗，多年嚟教學嘅學員過千㗎。快啲 WhatsApp 我哋51164824或者66327332了解詳情。歡迎追蹤我嘅IG，獲取更多塔羅知識。下集見。